耶！又到我親口嘅主廚好時刻嘅時間咯。阿松哥，今晡日要教大家做乜嘅好食嘅鹹菜料理。哦，今日要做哈鹹菜牛肉炒葱油餅。炒餅我朋友想北方嘅菜嘛。誒，要啲啦啲啦，但主要基本上啊，一鹹菜就香煙啊，到冷天當未，大家當未滷嘅，當到鹹菜東西。你啊，因為你啊，到推翻啊，睇家人大眾，按東西大家窮家地方，上關係啊，兩湯全部安全咗啊，所以很容易的，你客家香煙菜哈，那北方菜啊，會夾。哦，咁解啊。哦，來阿松哥來，看下應該做，教大家應該做。好，你啊哈，福光那向那對對，好。而家九千茶，讓它切千茶，誒，讓它磨下來哈，雜嘅。兩片應做嘅時候，兩片是給它先煎卵，韓國千茶。哦。啊，然後卵拿起來咧就話蔥油餅煎落去，一樣用咗來強煎。哦。攞你蔥油餅。係嗱，應你為什麼我說炒嗰啲料？炒料誒。哦。好。糖油一澎湃哦。你火是當辣的，我生意哦哈。松哥啊，你唔敢食牛肉，用霹靂牛火的嘛？做得啦，係就要大種肉做得，唔怕。哦。啊。所以講炒肉唔係調老嗰啲嘛，誒，冇炒調老調濕就好。嚇，所以你要啲葱頭要啊，先煸，煸啲油落去哈。啊，冇油冇咁多，啊，因為佢哋鑄鐵鍋已經有經過處理哈。不用浪費到很多油啊，莫建議炒嘢調油啊，因為冇事。啊哈。好，自己拉一下。健康嘛，養生。係啦，啊，薄個定要燒下，然下啊，看你一薄講嘅先拉起來，啊。嗰時有做菜係唔發面咧？唔係嗌發面啊，我哋夾強下啦。哦。香煙菜個北方菜咧，夾強下夾起來做。結合了啊。結合以後係，好，像鹽水啊，香菜可以放一點下去。哦。剁油油啊！剁油油啊！你看，煎炒只嘛？唔是，鬼皮。用小炒炒嘅時候，啱好夾，啱好香。哦，哦，你一薄個一盤咯哈。好，你一薄個餅落去啊，等佢開始燒，你葱頭啊，炒有啲香味時候，莫炒葱色咯。細火開始炒，大火開始炒。細火去炒佢，你炒香時候，莫炒人辣，莫出過辣椒。嗱，莫出過辣啦，啊，莫炒辣啦。炒香嘅時候，哦，有啲香味先出來。係你啊，用白哦，用手白手啦，用剪刀麼哩？哦，對啊，用剪係咗啦，呀，用剪做嘅啦，當剪嘅，台灣剪。哦，唔是都用油。係啦，台灣剪。好，呢邊來炒，要皮鹹菜冇呀？有皮咗啊？香嘅哈。哦，好來。下面有一種跳脫傳統嘅八卦。這種模式，冇食過哈，係模式豆，一種做法直接擺住豆。唔該，你哋知道嘅同埋鹹菜，鹹菜嘅意思。台灣剪。哦，唔是都用油。係啦，台灣剪咗。細火一煸起啊，煸又香來啊。係啲鹹菜啊，鹹菜啊，本來是滷當鹹。所以應該在炒牛肉之前哈，先洗過，冇去調鹹。我浸水嘛，唔是浸。浸一下。浸一下嘅時候啊，看大家已滷嘅鹹菜冇強用鹹。所以哈，先起水，看佢鹹到幾鹹。然後一結條滷，我浸水先嚟叫。哦。要到浸10分鐘、20分鐘，要到上寫嘅時候咯。哦。搭建做嘅。搭建啦。鹹菜冇咁樣。係啊，搭附應該做就冇強。好，你應該葱頭要皮香味啦。小米出嚟。啊，香味皮到咧哈。係你是鹹菜餅起落去。乾炒鹹菜。鹹菜餅嚟，炒皮香嚟。啊。好啦。鹹菜餅起落去啊。一盅啦哦，啊，延時一盅啦哦，哦喲，好，你開始爆嗰邊拉料是準啊，細火啲啦，啊，因為而家鑄鐵鍋好噴哈，火上烏體嘅，好咧，細火咗，喺你葱油餅哈，先打卵哈，韓國一條香菜哈，九千叉要啊，7千叉，先煎起來，我都一度弄燒定下，哦。那個要切，那個要切細，準備切細啊。
好，你那边来炒，有皮鹹菜沒啊？有皮了啊？香的哈。哦，好来，莫個煙攞辣咯，火下細啲咯，細火就好。喊你啊，你辣椒啦，切兩皮哦，有些辣啦，有是。有些啦，你要是當辣的哦，目前到底的時候啊。好。來調乾哈，調乾因為你啊都喺切，我從我禮特別以前咪是專門嚟做嗰種嘅，要條條條調乾泡好細啲啊，不然盤，佢度炒啊，炒以後看，因為後會煙味啦，後會煙味啊。佢不管黃色定五色橙，正常都係。其實要當然滷起啊，要話白色咧，因調乾做一般是白色咧嘛，咁白色看起來是難看啊，個顏色啦唔好看，所以因為浸啲嘅調油啊，比佢塗啲上一點顏色好，醬色好看啦。哦，要當然是好快先，按到食安問題啊，因為用喺度做唔得死嚟個色素啊，哈，啊唔係是當唔好啦，應該是用浸調油好像，好安全啲咯。安全咧。係啦。哦，等佢炒一下啊！喺大家調味嘅時節啦，因為因為酸菜本來是要鹹埋咧，係牛肉滷過有呢啲味嘛啊，所以喺切嘅時候，調油用啲嘅時候冇用調到，哦，冇調鹹。係啦，啱啱切好啊，我會炒好。誒，我喺嗰度啊，哦，喺度，我想講忙啲事。係啊，好，喺呢一邊牛肉有咩做喺度落去咧嚇？你好食牛肉啊？好咯。咁用啲咯啊？好啊。按導演嘅設計啊！我等一到時間點當叫你主廚好時刻呢。用啲咯。做啲。那就拉啊！按我切了，按這樣。那就拉啊！拉嚟。我唔知。好。你阿婆有沒衝啊？你都冇該企下些成牛。我寫啦，而家拍乜劇？哎呦！拿起來，冇一按重點。而家做啲咧，你先煎卵。煎卵韓國呢一種係小黃瓜，啊，用啲油落去。好，好，一邊出梅咧，先用咧，先定機啊。嗰個主要準備2-3包就出嚟嘛。好殺手啦，很好殺手啦。啊，睇你一卵，先打落去啊，OK 啊。來，卵煎落去。炒開啦，哦，你係鹽水同青菜，切青菜、香菜，放啲落去，等佢煎一下啊。一模หั่嘅2片，這。啊，你等下填水好唔怕？已經填水好晒，好啦。超級小幫手，緊切咯，來，人家蔥油餅啊，來打咯。我少少個哈，大家影到嗰煮菜啊，主食素清腔力，一定要少少啊哈，冇少少是冇煮菜，食了會對身體不好，拉肚子哦啊，不要落去，好，來，先嚟煎起來啊，หั่啲一片，好，有香哦，有啊，有皮有酸菜梅，有梅啊，出過啊，個牛肉上先攞過嘛，先攞起來，攞起來哈，攞過哈，還有梅湯，你係。有當然有咩用生嘅牛來炒啦，但係應該用生嘅牛肉嚇，你就先應該講先醃啲嘅香油啦、調油啦嚇，含到湯，放鹽啦，跟住生牛肉，你要用滷過嘅牛肉，啊，其實好方便來處理，啊，好，呢一邊温邊做的啊，要温煎，要幫我煎咯，係啊，做的啊，冇翻過啊。要翻過係唔可以啦，我驚佢啊！係我翻過就要邊幫嚟起嘅。哎呀，那我們換邊，嗰邊燜炒，嗰邊燜炒，啊，好，呢邊等佢煎哈。那講下嚟那殘就好啦，你要翻鍋翻米還是？係啊，當年咩甜白飯蛋糕？哎呦，好，哦，你等佢煎一下，等佢煎到差啲咯。好，然後，哦，用煎當香嘅，哦。有啊，還用啲嘅調油。用啲嘅調油，用啲嘅湯，啲嘅時候，哦，炒啲嘅顏色，啲嘅調油，啲嘅時候，哦，你好呀，哦，呢啲嚟哦，係啲嘅湯，啲嘅湯，湯用啲咯，哦，等佢啱啱上色時，糖哦，煙奶醋哦，醋啊，糖哦，哦，係撈啊，做得，哦，等下邊炒看做用唔到，哦，喺呢啊，用啲嘅小黃瓜等炒好，小黃瓜落去咗，哦，做得嗎？你有起色啦。我冇試咯，冇頭試咯。
唔怕，好，哦，小黄瓜，好，含平地的高汤花，嗯，你看，自然高汤，自然高汤的，低的时候，哦，啊，你那边炒边，好，上色了哈。哦哟，哦哟，俺这样写的，哦，加载有成功，好在有成功哈，对不对哈？好，当时等于保温一下熟，莫做炒嘞。哦，你起色了，很有味啊，很有甜又香啊，起色了。水滴水滴，福哥你讲有咸辣嘛，叫啊？那冰落去了。好，对了。有，是了，好，好了，好，冰啲辣落去，好，那边边人去炒炒啲咯。该片是又炒香熟，它那边啊，所以炒比金毛也是这样。哦，这个插地喂，炒啲了，哎，唔难炒死，等于炒去啊哈。做对吧？你冇请用咩？我就排泄啊，请啊，这个当香，加一点牛肉，加一点酸菜起血，保温就好哈。好，然后看这边，好了，金黄色了哈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来，我们把它切片。好，火先关起来。啊。它是用烧哈，咸油，小台条从用板条样用。啊。哦，这个太条的喂。从用板条，从用炒板条样用啊，对吧？汤头嘞，番茄饼用炒回去啊。也是用烧，也是烧，唔烧。哎呦，是哦，然后米一版，好，看表演。好，啊，开火，火上来，开火四火，开火，应该起爆嘅唔怕，啊，咁一边了唔是哦，该是用嘅唔怕咧，你也帮大家调糟药啊，啊，高汤，它的米酒，有可能用米酒，啊，用啲米酒，啊，去腥，用啲嘅高汤，冇調糟冇先咩？要卡條垂落去。那冇調糟嘅啊，對啊，當時金色金油啦。好，油香油，咁做啲咧嚇，火是金油啊，香油不用啲了，比金油熟咧。好，當時好咧，等於叫佢炒餅，好來。等於鹹菜、牛肉炒葱油餅。啊，因為我媽食材是葱。可以一香一生的哦。要說因為說是不會爆嘛，因為炒油餅、葱油餅都比爆。有。一時做咧，你做咧蛋蟹啦，有冇做下酒小菜？哦。喂好，個擺盤擺較講對。啱啊。宋哥教大家做嘅鹹菜牛肉炒餅做好了，等下等嚟就吃看啦哦。鹹菜牛肉炒餅，鹹菜葱頭切幼幼嘅，豆腐乾切短短，牛肉、內瓜切細細嘅，鹽絲嘅切鹽插薄荷準備。葱頭先炒香，再將鹹菜、豆腐乾、牛肉、內瓜炒啊，再加糖、豆油、水調味，另外打亂。將切鹽插填鹽絲嘅，將葱油餅煎到熟以後切節嘅，填切好嘅葱油餅，將它炒，再將水、米酒炒到黏味就做得出嚟。